吃下夜饭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商业中心来逛逛。夕阳西下，微风轻拂。哎呦，看上去连20分之间还我哈！现在你在这最漂亮的广场，树高发着粉花奇彩。侬功课没做，我没来得及做呀，主要没马路，侬晓得不啦？市政厅边浪侪是传说当中马克思、恩格斯发明资本论的天鹅咖啡馆。两个老刀子活在里改变至地球浪向将近1/4人口的命运。我们现在去看啥？测试个水工，是不是讲在地大小便有害处的？这水房非常水差，拿个作业本解密图，证据是一栋绳子。哎呦，还是嘎子去，嘎子去。啊，7号家庭，你们都来了啊！下面我们去买巧克力是吧？哎呦，米食品呢，吃的是也给。吃是没还吃的，这个待遇当我来忙个账号肯定不会忙。纯手工，纯天然，不吃饱不吃。哎，来忙，早忙么醉。哎，他们米食品上陪他们吃么很多，去忙的是啊。就这味道。哎呀，哦，你都为了忙么子嘞？待遇也吃海在。最主要是忙个搿爿店，不是里当年生气的搿爿店。你没孩子，当我不写的肚皮里向的呼呼上。要加班了，还是该蛮明显的。20分钟嘞，将近。这个待遇个蛮子已经能当这里当个豆腐，你也吃的。你说你叫我们怎么走这么大的鱼？哎，那你说要不然我有啥办法呢？你今天晚当招夫是当招夫，侬还要闲话多。哦呀，那好来比雨衣那个衣裳高了，整个真家伙呢，搿趟店员在肚皮头里向，我在台里面应该多鱼干。哦呀，楼主哦哟，老鱼头里向140只，140只，有衣裳烫烫的。啊，这车子开过来。哎，导游还等等啦，搿鱼大得来哪能走法？在布隆塞尔来走老烫几次。哦哟，天里点点，整个真家伙。那个是你第2天的房间，今朝我带侬2人困了一道来，真是同居嘞。看看镜子里的自家，侬晓得伐？搿件衣裳是我2006年买的，到现在18年了。侬晓得啥个意思伐？就是18年以来我的身材分泌。